明尼蘇達州生存指南。我覺得大家睇下我呢2個月比較特別嘅一啲經歷先。咁喺11月頭呢，我嘅 host mom 就帶我同偉謙同佢一個 friend 去咗明尼蘇達州一個叫做 Duluth 嘅地方去旅遊。喺嗰次旅遊呢，我都嘗試咗好多美國傳統嘅美食，同埋見識到好多好靚嘅風景。同埋我哋都去咗一個叫做 Great Lake 嘅地方。嗰個地方咁嚟講就係有5個湖合埋一齊，就叫做 Great Lake。我覺得比較有趣嘅地方就係我之前喺學校嘅bio同入面做過有關 Great Lake 嘅一個 project， 所以能夠喺自己 project 入面嘅地方去探索去旅遊，我覺得對於我嚟講都係一次比較難忘同埋特別嘅經歷。喺11月中呢，我就見到我人生第一次嘅極光，我都發現原來極光用眼係可能會見到嘅，但係用相機去影就非常之靚。但係美國嘅 Thanksgiving 第2日就係 Black Friday， 我嘅 host family 就帶我去咗周邊去購物。嗰日嘅嘢都係比平時平好多嘅，所以我喺嗰日都感受到美國嘅購物文化。咁喺嗰日買完嘢之後呢，我嘅 host family 就帶我去到周邊嘅一個中餐廳去食午飯。講實話，對於好耐冇食過中餐嘅我，嗰日對於我嚟講都係好難忘嘅。咁喺10月頭呢，就係美國高中籃球聯賽嘅開賽。我同偉謙都加入咗學校嘅籃球隊，都想體驗下美國嘅籃球文化同埋運動嘅氣氛。咁呢一刻就係我哋嘅隊友入咗一球決殺球，最終我哋因為呢球贏咗呢場比賽。咁喺10月底呢，我同我機械人社團入面嘅 friend 就參加咗一個機械人嘅比賽，最終我哋都入咗最後嘅16強。雖然話最終都係輸咗，但係我哋都收穫咗更加好嘅身體去進行比賽，同埋有更加好嘅方法去跟進我哋嘅機械人。咁好快就嚟到12月25號，就係美國嘅聖誕節。喺嗰日我都收咗好多禮物，同埋我嘅 host family 嘅仔女都全部都返到屋企，大家都會圍住一齊傾自己呢一年嘅收穫同埋自己啲有趣嘅故事。所以美國聖誕節嗰種大家一齊團團圓圓嘅感覺係令我最難忘嘅。除咗呢2個月一啲比較難忘同埋特別嘅經歷，我覺得我更加想分享嘅係我最日常嘅生活。橄欖菜加入 Texas Toast。講實話，唔好輕易嘗試，因為嗰個味道係好奇怪嘅。但係因為我係第一次咁樣食，所以就有咁樣嘅表情。尋狗記。Ugly。所以情況就係我好似呢隻狗喺跑嗰陣時，將佢嗰隻聲同埋嗰架車嘅轆卡住喺一齊。之後我幫佢改開嗰陣時呢，佢自己又跑咗。勸狗進籠。明尼蘇達州專業鏟雪師。所以呢個就係我呢2個月嘅生活歷程。我覺得喺呢2個月入面收穫咗好多。例如雖然我平時嘅生活會比較無聊啲，但係我都學識咗喺無聊嘅生活入面會
不停嘅發展自己，發展自己嘅各方面嘅能力都係十分重要嘅。同埋，我覺得呢方面都幾重要，因為可以教識我點樣喺細節入面揾到各方面嘢最重要嘅一個點。所以我覺得呢兩句用一句話去總結就係 Independence is not loneliness.